讲到108课纲是5万每一个囡仔都会当接受到上届适合家己的教育。不过，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今仔日表示，目前技术专科院校的招考制度可能是无符合这个课纲的本意，是因为四技二专的精选入学制度较看重一般的科目，那准专业的科目较强，一般科目较弱的囡仔，恐惊是比较较不利。2019年实施的108课纲，以成就每一个囡仔为主题，5万位囡仔找到适合的教育。但是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指出，现行的考试制度可能是无符合这个初衷。全教总讲，四技二专精选入学第一阶段，爱看四技二专统一入学测验的成绩，科目有国文、英文、数学甲2科专业，每一科满分拢共款15分。比较之下，专业科目敢若占2%，一般学科却占3%。如果我今天国英数很强的学生，因为他占了总积分的3/5强，所以我只要国英数强的学生，我就非常的吃香。目前国立有提供给那个技高学生入学名额的国立大学，包含了科大以及国立的普通大学。总共有642个校系，其中有532个校系在第一阶段采用所谓的总积分倍率筛选。全教总讲，精选入学是技术型高中学生升学的重要管道，差不多占整体的一半。111年技术型高中考试制度若是同款安尼，可能造成技术型高中的老师颠倒看重一般科目，一定会直接导致现场的老师。特别在高3的时候，为了让孩子能够比较有机会通过甄试的第一阶段，所以一定会加强国英数科目，忽略专业科目。108课纲我们重视专题实作，重视实习科目，重视专业知能，这样子技职精神不会彰显。教育部回应，技术型高中的学生除了精选入学以外，也有其他免看统测成绩的升学管道通选择。针对111年考试制度，教育部已经要求相关单位甲学校，也有相关团体来研究，向看重专业科目的方向来讨论。记者郭碧君、张水台北报道。